眼仔擘大啲啦，我哋要將數字變成好玩嘅圖案，幫你深深咁印喺腦海入邊。睇下呢條藍色第一名絲帶，第一格好簡單嘅，上帝一定係你心入邊第一位啊！嗰個彎腰拜拜啱啱好就係數字2。第二屆不可為自己做偶像，數字3好似紅紅地嘅嘴唇。第三屆管好把口，不可妄稱神嘅名。聖經上蜘蛛網成咗個4字。第四屆周末要休息，親近上帝。爸爸打橫舉起手臂，加埋媽媽彎背，係成嗰個數字5字啦。第5屆要孝敬父母，喺呢個似6字嘅炸彈啊。第6屆唔可以殺人，唔可以傷害人。裂開咗個心入邊呢，藏住一個7字。第7屆唔可以用色心睇人，壞人面罩上嗰2個眼窿就係數字8。第8屆記住唔可以偷嘢，仔細睇躺平嘅9字。第9屆呢，唔可以講大話呃人嘅，門縫嗰個一釘住鑽戒個0湊成10字。第10屆唔可以貪心想要人哋嘅嘢。太好啦，由1號絲帶到10號鑽戒，而家望住畫面，大聲自己溫習一次10屆啦。